今天老师会带来一个是葱花卷哦，对 OK， 怎么样做葱花卷？然后这个葱花卷包起来的这个形状呢，还有就是怎么不会塌陷呢？我想都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把这个中筋面粉300公克。好，那我们这个打这个面团，不管你做任何的面团哦，第一个我们先下粉状的调味料哦。第一个我们就已经先下面粉了，第二个我们下泡打粉是哦，再来下我们这个少许的猪油哦，20公克。可是如果我用沙拉油也可以吗？也可以。纯净素的，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葵花油或沙拉油也可以。好，再来另外这个部分哈，水跟这个酵母粉，哦，我们不要直接先倒下去，我们先在水里先把它给溶解，因为如果酵母粉直接倒进去的话，哦，如果没有把它给打散哈，你的面团会一颗一颗的哦成油花状，然后你在醒的过程就会很不均匀。好，那这个我们大致上先把它搅和均匀之后，来，我们先稍微打一下，把粉状的部分先把它打和均匀，哦，一律我们都用慢速的。好，我们依序慢慢加入我们的这个水。老师，请问一下啊，像我自己做这些中式面点点心啊，我就喜欢用粉心，尤其是包子、馒头。那粉心粉跟中筋面粉在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吗？它的差异性就是说，粉心粉打完醒完，你的尤其在馒头的部分的咬劲，哦，你在咀嚼的过程会有淡淡的一个面香，一般的中筋面粉打出来，它会稍微比较松散的口感，甚至于会黏牙。好，那我们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所谓的3光，哦，3光叫做第一个手光，不沾手，第二个盆光，它不沾盆，哦，第3光就是你的面体。要达到整个是光滑的状态，哦，这个是一个打面团的一个最标准的，待会我们要来醒面的一个程度，对。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打好面的这个面团，我们打完面之后呢，接着我们下一个动作叫做整面。那整面呢，哦，我跟大家稍微示范一下。用我们的虎掌的部分跟身体的力量，稍微左右往外开展，借力使力哦，不要硬这样揉，这样揉哦，手劲不够的话，你这个面哦你会推不开哦。然后用你的身体，用你的虎掌，稍微去把它给推开，稍微压一下，压到平整之后，好，从这个折的部分把空气排出来。一样哦，空气稍微排出来。好，所以要记住哦，每一折都要排空气。整完了面，你的面绝对是四四方方的，以便于待会我们在擀面的时候，你的边缘就会比较平整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大概让它稍微醒个5分钟，我们再来做一个开展的一个动作。好，那待会这个葱花，哦，这个里面的这个必须要抹一个油，哦，然后去增加它的一个口感的湿润度，跟它的一个咸香的一个口味，好。那这个葱花，我们有没有什么事先要怎么处理？比如说把水分弄干啊，或者是说我们洗好了之后，先不要切，先让它就是说吹电风扇啊，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要求？葱花哈，我们从菜市场买回来，哦，头尾稍微切掉，洗净，哦，稍微擦干也好，或稍微晾干。如果要做葱花卷或葱油饼的话，建议大家切这个葱花哈，切粗
粗壮的，然后呢，切完之后至少让它晾干晾个半天，而不是说哦，你这个葱花马上切完，马上要下去包这个葱油饼哦，这个是新鲜的这个葱哦，这样绝对好吃，这样绝对不好吃，因为水分太多了，你吃起来会影响到你整个葱花卷或者是葱油饼的一个香气跟口感。哦啊，是要用电风扇吗？还是让它自然晾干？当然我在家里的话，我们就用电风扇哦，稍微每吹个10分钟，稍微翻一下，其实它一下就干了。对啊，这样的葱花哦，包在这个葱油饼、葱花卷，你再咀嚼这个葱花的话，会比较有葱花香。好，这个我们这个面团醒了大概10分钟了哈。那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擀开的一个动作。首先，我们先撒一点手粉。所以这个手粉也应该是中筋面粉。中筋面粉。好，稍微压一下。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醒面的动作的话，因为它的筋性很紧哦，你一擀开的话，它要马上收回来哦。我们先前后擀出我们先要的那个基本长度。擀这个一个小技巧，不是硬压，是前后推，你出去3分力，回来你就3分力，你这样去再擀了，你的面皮它的厚薄度绝对会很一致。哦，这个是擀这个面皮的一个力道的一个掌握。我刚刚还在想说，老师你这个手粉会不会太多了？结果没想到还真的很刚刚好哎。这样子你都不会把那个面团粘在你的这个擀面棍上哈。对。老师，你知道我为了学这个，我还曾经到那个中华谷类研究所去上了一期那个中式面点，就跟很多的同学，那很多同学当然就是在一些大企业哈，他们有工厂的嘛哈，那也有就是说私人想要自己呢，开一个工作室，那当然也有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主妇。那我是因为节目，我觉得我应该更了解这些步骤，来宾来的时候呢，我才可以替观众朋友问一下说，我曾经当过学生嘛，所以今天其实是第一次看到老师呢，把这个面团呢先折成这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做面包，我们都是滚圆，所以就会把这个习惯带来这个地方。那每次在做老师现在要擀开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有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完整性，就是说它这个边缘呢就会比较高、比较厚，然后最后我每次在把它卷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两边厚薄不一样，两边很短，对，很薄，然后中间很厚，然后我就把中间那边推啊这样子如果可以学到更正确的这个做法的时候呢，应该就像老师讲的，你会更省力气对，而且会省略几个很不必要的动作，再加上待会我们制作后面的这个环节，你的每一颗的公克数啦，那个分量绝对是每一颗都是很对啊。现在老师这个，那刚刚我们已经现在把它擀开的状态，来我们就涂少许的这个油，内层油老师，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油的颜色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有稍微调了一点的葱花油嘛，基本味道对，用一般的这个传统的猪油，然后加一点盐巴啦、糖、胡椒粉，一点点香油，去调出它一个基础的味道而已。你如果要吃辣，当然也可以调一些辣椒粉进去好。所以一般我们在书上学到的呢，可能都是教你就是把油跟葱呢一起和在一起，然后一起放上去。但是老师的做法比较不一样，你可以试看看。好，那这个是我们已经晾干完的这个葱花，撒少许在上头。好，那我们就折3折，
折的过程当中，稍微把里头的空气排出来。哇，厚薄真的都很一致哦。然后稍微把它给压紧，把它给压紧。好，那我们把它折成3折的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它切成条状，切成粗条状，每3条1个单位，每3条1个单位。好，在切这个每3条1个单位的时候呢，刀子啊还是要利一点哦。这个时候不要用我们所谓我们常常用的那个，就是老师那叫做啥刮板嘛？对，刮板它的横切面会比较会去拉扯到你的面团。对，所以这时候是要用刀子不要用我们一般的那种，不管是铁制的或塑胶制的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而且你的桌面尽量选那个软性的这个材料，是，要不然你刀子硬碰硬的话，切完之后你的刀子也毁了，然后砧板也毁了。对，砧板也毁了你看，我们刚刚只有这个300公克的这个面团，我们就可以做10几颗的这个葱花卷了。对，然后现在葱花卷，老师外面1颗卖多少钱？一般如果像我们拳头大的话，现在大概因为物价的波动，大概现在都要25块、30块1个。对。好，老师，接下来呢？好，那我们已经把它切成这个条状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动作我们就稍微按压一下，轻轻压一下，是边压的过程稍微边拉长，是边拉长，所以大概要拉长到20公分左右吗？再把它再拉长一点，对，还要再变30公分了。25、30，然后稍微轻压一下，是其实这个是有点像螺丝卷的一个技法。我们在卷的同时，这边第一个卷我们就稍微卷扎实一点，你在卷的这个同时，就稍微给它扎实一点，然后线条纹路尽量对齐，尽量对齐。好，完了之后末端。末端这个，我们就是把它收到底部。收到底部之后呢，用你的手掌稍微按压一下，按压一下，让它整个是立在上面，而不会这样东倒西歪。对，当你蒸完之后，你的每一颗的这个卷，这个葱花卷，它绝对是直挺挺的，立在那里，绝对不失败的。好，那这个技法的话，就让大家开始学做这个是零失败的一个卷法技法那这个做完看自己看的也开心嘛就零失败嘛。这个部分收到底部然后呢稍微按压一下，让它整个立在那里。是不是这个就绝对是一下子就马上上手，零失败的？这样也做起来比较有成就感。我的好像还蛮漂亮的。对，待会老师听了还是把它按下去。蒸完之后，这个绝对整个线条纹路很清楚、明显的呈现出来，好，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面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醒发了，有点这个开始在发胀的这个状态了。好，
那这个我们卷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蒸笼里面哦，让它稍微醒发15到20分钟哦。如果冬天的话哦，可能要大概将近30分钟左右。那我们在摆这个的话哦，我们不要摆太紧，因为它待会蒸的时候它会胀起来，所以我们要留一个它的一个空间。好，那我们就摆在旁边，让它稍微醒一下，哦，醒15到20分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葱花卷呢，大概就是发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啊，那也是大概经过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到锅子里面去蒸了。那至于这个蒸的时间呢，请老师跟观众朋友蒸好，蒸任何包子、馒头，只要你要下锅蒸东西，一定都是从蒸汽上来的那个时间点开始计算。那全程我们一律都是用大火。好，那我们这个葱花卷哈，大火蒸15分钟，完了之后呢，请大家不要马上去掀盖哦，因为马上掀盖，你绝对会碰到一个问题，热胀冷缩哦。当你没有让它稍微把这个里面的温度让它稍微降下来，里面的压力让它稍微释放出来一点。你一马上去掀这个蒸笼盖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效应马上整个就功亏一篑了，就回缩，就很多那个做的那个馒头，想说哇，不是碰塞吗？怎么一拿出来就啪，全部都缩回去了？尤其在冬天特别注意。好，那我们蒸完之后呢，请你稍微掀开一点点哦。让里面的蒸汽慢慢的散出来，哦，然后让里面的外面的冷空气跟里面的热空气让它稍微交流一下，慢慢的去室温，你的包子馒头它就不会整个缩掉了。哦，这是一个很关键，尤其在做包子馒头很关键的最后的一个小技巧。对。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常常吃到那个塌陷啊，就前几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明明都不错啊，也按照老师的方法，然后也大概涨了1.5倍啊，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这个动作，是啊，就太急了，哇，偷偷看不错，然后就拿起来一掀开，结果它真的就塌给你看。是，好，那我们慢慢的去来掀开这个蒸笼盖，哦 ，OK。它绝对就不会有塌陷的那个状态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移到这边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示范的这个葱花卷。